全台灣最神秘嘅10個軍事基地，第一名掌握住島內最高機密，堪稱戰略威懾入邊最終極嘅王牌。台灣作為西太平洋最重要嘅戰略要衝之一，佢嘅軍事防禦體系唔單止守護住2300幾萬民眾嘅安全，更加牽動住成個西太平洋區域嘅軍事平衡。據統計，台灣每年喺國防預算方面嘅支出佔全台 GDP 嘅 2.1 左右，認購咗超過200個大大小小嘅軍事設施，由地下坑道到山體要塞，由海上堡壘到空中禁區，平均每100平方公里就有超過5座重要軍事據點，而且大多數都被列為最高機密等級嘅重要設施。咁呢啲深藏不露嘅神秘基地，到底隱藏住邊啲令人震驚嘅驚人秘密呢？由九鵬基地嘅導彈搖籃，到衡山指揮所嘅地下堡壘，由佳山基地嘅山洞戰鷹，到核能研究所嘅實驗室，每一座都承載住整個台海防務嘅重大使命。今日就跟住阿姐一齊嚟睇下呢啲隱藏喺山海之間、戒備森嚴嘅軍事重鎮神秘面紗，探索10個全台灣最神秘嘅超級基地。佳山基地係台灣最神秘嘅地下航空要塞，係一座隱匿喺中央山脈深處嘅鋼鐵雄獅。喺東台灣花蓮嘅群山之中，佢就好似一位沉默而堅定嘅守護者，默默承載住台海防務嘅重任。1979年冷戰陰霾籠罩台海，面對潛在嘅空中威脅，台軍高層深深感受到傳統地面機場嘅脆弱性。當時嘅軍事戰略家們懷住保存戰利於不敗嘅雄心，提出咗一項前所未有而且極具野心嘅大膽構想，將戰鷹藏於山，令鋼鐵飛鳥喺石壁之中棲息。最初呢，只係一張藍圖上嘅夢想，但佢承載嘅戰略意義卻格外深遠。經過5年艱苦籌備，1984年代浩建安3號嘅佳山基地工程正式破土動工，成個工程歷時8年，直到1992年先宣告完成。呢項大工程總投資超過400億新台幣，堪稱台灣軍事史上最昂貴嘅單一基地建設專案。數字背後係無數工程師同建築工人喺山體入邊開鑿出嚟嘅奇蹟。如今嘅佳山基地已經成為一座名副其實真正嘅地下航空城，擁有數十個相互連通嘅山洞機庫，可以容納各型戰鬥機多達250架。基地內設有一條長達3000米嘅地下跑道，直接連通花蓮空軍基地。戰時戰機可以由山洞之中直接滑行起飛。呢度唔單止有一整套完整嘅指揮管制系統同通訊網絡，更加配備咗彈藥庫、油料庫、維修廠房，甚至小型醫院等完備設施。佳山基地最令人驚嘆嘅係佢獨創嘅山洞起飛設計理念，呢項被軍事專家譽為亞洲地下航空工程典範嘅創新，令戰機喺遭受第一波攻擊之後，仍然可以完整保存戰力。基地以中央山脈嘅天然屏障為依託，即使面對先進嘅精確制導武器，亦可以確保核心戰力生存。然而，唔好以為佳山基地只係冰冷嘅軍事堡壘，基地內部嘅人性化設計同樣令人讚嘆。由飛行員嘅生活起居到地勤人員嘅工作環境，幾乎每一個細節都經過反覆精心考量。基地入邊甚至設有圖書館、健身房同休閒娛樂設施，確保駐守官兵喺高度戰備狀態之下，仍然可以保持良好嘅身心狀態。喺戰略布局上，佳山基地同金門、高屏兩地嘅火力網，形成台灣大型設施布局之中著名嘅三角支撐體系。呢個三角形嘅區域網絡，唔單止令台灣本島同外島形成多層次支援結構，更加大幅提升咗東部地區整體應變同保障能力。外界觀察人士普遍認為，佳山設施嘅存在改寫咗區域安全布局嘅格局。近年嚟，佳山設施仲融入咗現代化數位管理理念。2007年相關單位啟動嘅東部調整計劃，更加令呢座神秘設施成為區域應變體系入邊相當重要嘅核心樞紐。佳山設施嘅傳奇故事仍然繼續。面對瞬息萬變嘅科技發展同更加複雜嘅外部環境，呢座隱匿喺山脈之中嘅大型地下設施始終堅守住自己嘅使命。喺未來，呢個台灣最神秘嘅重要設施注定會繼續扮演維持區域穩定同保障安全秩序嘅重要角色。提到大型特殊設施，多數人腦海入邊第一時間浮現出嚟嘅
都係森嚴嘅圍欄、神秘嘅禁止標語以及戒備嚴密嘅人員身影。然而有咁一座基地，會顛覆咗人們對傳統特殊設施嘅既有刻板印象。呢度風景秀麗得令人意外，背山面海，甚至令人覺得好似隱藏喺世外桃源之中嘅神秘地方。呢度就係九鵬基地，被科技迷私底下稱為高端測試項目嘅搖籃。話說1973年，當台灣嘅高端科技發展仲處於起步階段嗰陣，島內急需一個可以進行大型科技測試同專業驗證嘅特殊場所。而屏東圓滿洲鄉呢片背山面海嘅土地，以佢得天獨厚嘅地理位置同相對偏僻嘅環境，成為相關單位嘅不二選擇。於是中山科學研究院嘅團隊就將目光投向呢片寧靜嘅海岸高地。九鵬基地嘅建築設計係佢最引人注目嘅一大特色，由空中俯瞰，成座基地宛如一片巨大草坪，所有建築都刻意保持低矮，除咗3層樓高嘅控制中心之外，其他建築都唔超過2層。呢種設計唔單止具有低調特性，佢巧妙嘅佈局仲令所有設施都可以同自然環境完美融合。四周青山環抱，面向浩瀚太平洋，海風徐徐，鳥語花香，再加上嗰啲採用特殊低調塗裝嘅建築物嚟呢度執行任務，仿佛係喺風景名勝入邊進行一場高科技秘密探險。據說呢一種環境對研究人員嘅創新思維非常有幫助，尤其係嗰啲長期從事精密科技研發同高端工程測試嘅專業人員。難怪有人調侃喺九鵬基地工作，講唔定可以激發出一次命中關鍵嘅靈感。睇到呢度，如果你以為九鵬基地只有內在嗰種神秘感，咁你就少睇佢。由常規大型項目測試到高精度系統驗證，由多個本土研發系列到外來技術系統整合，呢度樣樣精通，而且仲特別注重本土研發同跨地區合作嘅結合。例如佢承擔嘅多個高端科技系列項目，就係全台灣乃至亞洲相當具代表性嘅研發成果。最厲害㗎，要數佢對中遠程高精度測試項目嘅支援能力。再嚟講下佢嘅安全管理系統，無論係外部觀測定係地面環境變化，交俾佢哋嘅一整套安全防護措施，幾乎每一樣都滴水不漏，令你體驗到咩叫神龍見首不見尾。基地嘅監控中心亦係呢度最引人注目嘅一大特色。呢度嘅技術人員唔單止會監測外部環境變化，仲會結合現代電子管理技術，為基地量身打造安全運作方案。由日常管理到應對突發狀況，呢度嘅安全措施被外界形容為東方堡壘式嘅守護系統。呢個時候可能有人會問啊，呢種高規格嘅特殊科技基地一定耗資巨大。然而事實上，九鵬基地通過地下化建設同高度精簡管理，將建設同營運成本控制得非常合理。呢背後正正係中山科學研究院一貫嘅務實哲學。更加有趣嘅係，基地喺設計嗰陣仲特別考慮咗人員嘅心理需求，例如多使用同自然環境協調嘅色彩，保持建築物低調外觀，盡可能減少外界對特殊設施嘅距離感同壓迫感。喺呢度你會發現，大型科技基地亦可以有詩意同溫度，有故事，有難得嘅人民關懷。九鵬基地令我哋睇到高端科技建設唔單止係硬件同設備嘅較量，更加係一場關於智慧、規劃同長遠佈局嘅深度考驗。佢以自己獨特嘅方式喺台灣科技發展史上書寫住神秘而且極之重要嘅篇章。一講起澎湖菜園，就不得不提2001年春節前夕，令軍事觀察家都為之震撼嘅關鍵一刻。當時一名年輕裝甲兵指揮官企喺澎湖猛烈嘅海風之中，久久凝望，望住眼前呢片睇落平凡嘅海岸線，心入邊卻藏住一個足以改變格局嘅重大秘密。嗰係軍事史上一個轉折點。面對日益複雜嘅台海情勢，軍方決心喺呢個距離大陸最近嘅前線戰略要地打造一座前所未見嘅地下裝甲堡壘。於是喺菜園海岸嘅黃土之下，一個宛如蜂窩狀嘅龐大地下世界悄然誕生。呢個就係後來震驚軍界嘅澎湖菜園坦克基地本體。呢座基地嘅驚人規模令人嘆為觀止，100幾架坦克整整齊齊排列喺龐大地下空間入邊，各類油彈庫同支援設施都一應俱全。
每架戰車只需要加滿30加侖油量之後，4分鐘內就可以完成準備，隨時準備由地下衝出地面，馳冷澎湖每一寸土地。當黃沙滾滾，引擎轟鳴嗰陣，嗰種震撼人心嘅聲勢，仿佛係向世人宣告，呢度就係海防嘅鋼鐵長城。喺呢片戰略要地上，陸軍同海軍146艦隊形成咗陸海聯合作戰嘅一套完整體系，成功給護衛艦橫越台灣海峽進行海上戰術演練，地下坦克群蓄勢待發，隨時準備支援任何可能出現嘅海岸防衛作戰。然而呢座神秘基地嘅存在亦並非完全冇任何爭議。軍方為咗提升戰力而推動嘅魚叉反艦飛彈換裝計劃，曾經因為預算問題遭到立法院質疑。S-70C 反潛機妥善率不佳嘅問題，一度令外界對其海空戰力產生疑慮，而空軍飛行員不足嘅困境，更加暴露咗佢哋軍事體系所面對嘅嚴峻人力挑戰。呢啲問題嘅存在，迫使軍方不斷反思同埋改進，亦令澎湖基地喺爭議之中不斷反思並完善自身。時至今日，菜園坦克基地已經唔單止係一個軍事設施，佢更加像指住佢哋軍事現代化嘅一個縮影。由最初嘅戰略構想到後來嘅實際部署，由技術創新到戰術演練，呢座地下堡壘見證咗其軍事防禦能力持續不斷嘅提升。喺呢條睇落平靜嘅海岸線下面，隱藏住嘅正正係軍人對保衛家園嘅堅定決心。也許菜園唔係最完美，但佢一定係最堅韌。喺台海風浪之中，佢就好似一座永不沉默嘅鋼鐵島嶼，默默守護住重要海疆。1971年，一座神秘而重要嘅軍事建築赫然矗立喺台東市富岡嘅海岸山脈腳下。呢個就係志航基地嘅正式華麗登場。志航基地嘅誕生絕非偶然，而係冷戰時期戰略考量之下嘅精心布局。1960年代，蔣中正先生深知台灣所處國際戰略地位嘅關鍵性，面對台海兩岸緊張對峙嘅嚴峻現實，西部各個重要軍事基地幾乎完全暴露喺對岸雷達監視之下，空軍戰術行動嘅隱蔽性蕩然無存。再加上西部空域過於擠迫，飛行訓練屢屢受限，東移戰略勢在必行。經過多方會談同事密規劃，國防部最終選定咗呢片原本日治時期預定興建大型商港嘅土地。1969年，神鷹計劃正式啟動。呢個充滿神秘色彩嘅代號背後，承載住台灣空防戰略嘅重大關鍵轉折。歷經1年多時間嘅艱辛建設，志航基地終於喺1971年8月16日完工啟用。蔣中正先生親自為佢命名志航，以紀念抗戰期間殉國嘅空軍英雄高志航上校。呢個命名唔單止彰顯咗對烈士嘅崇敬，更加寄託咗對空軍精神傳承嘅深切期望。如果你曾經遠眺志航基地，一定會對佢獨特嘅地理位置印象深刻。跑道巧妙地橫跨喺海岸山脈中段嘅都蘭山同埋猴子山之間，呢種依山傍海嘅選址唔單止提供咗天然屏障，更加具備絕佳嘅戰術優勢。隨住1979年擴建工程完成，基地嘅戰略價值亦都更加明顯凸顯出嚟。喺軍事專業領域，志航基地表現卓越。作為空軍第7戰術戰鬥機聯隊嘅駐紮地，呢度係 F5E、F5F 戰鬥機隊嘅駐地，因此贏得老虎之家嘅威武稱號。呢啲戰機長期喺呢度進行最嚴格嘅飛行訓練，守護住台灣東部廣袤嘅天空。盡管志航基地戰略地位重要，但軍事基地嘅神秘性亦為佢帶嚟獨特挑戰。同民航分離嘅運作模式雖然確保咗軍事機密，卻亦令外界對呢座基地一直充滿好奇同猜測。究竟點樣喺保密同透明之間取得平衡，始終係軍方需要審慎考慮嘅課題。由填補東部空防戰略空白，到今日成為老虎之家，志航基地已然成為台灣軍事防務體系之中不可或缺嘅重要堡壘。喺兩岸關係不斷風雲變幻嘅當下，呢座神秘基地嘅未來重要使命，注定充滿無限嘅戰略想象空間。矗立喺金門島中央位置嘅太武山，海拔253公尺，係全島最高峰，地勢險要，視野相當開闊。企喺山頂俯瞰，成個金門島盡收眼底。對岸廈門嘅樓宇大廈清晰可見。呢度唔單止係金門嘅地理制高點，更加係兩岸軍事對峙時期最神秘亦最重要嘅軍事指揮中樞。但呢座山峰嘅價值其實遠遠唔止地理優勢咁簡單。作為國軍喺金門嘅最高指揮中心，太武山指揮所
由民國47年開始建設，歷時數年先至完工。成個指揮所深藏喺堅硬嘅花崗岩入邊，縱深達數十公尺，擁有完整嘅通訊、指揮、生活設施。喺嗰個風聲鶴唳嘅年代，呢度幾乎24小時燈火通明，無數軍官喺度運籌帷幄，係真正意義上嘅地下司令部。喺太武山指揮所，軍事機密一直都係佢最神秘嘅標籤。呢度設有作戰指揮中心、通訊中心、情報分析等核心設施，所有重要軍事決策幾乎都喺呢度制定。特別係喺823炮戰期間，太武山指揮所發揮咗關鍵作用。指揮官喺呢度調動全島兵力，協調各個據點嘅防禦行動。對於當年駐守金門嘅11萬大軍嚟講，呢度就好似成個戰局入邊嘅大腦中樞。而講到通訊系統，呢度配備咗當時最先進嘅無線電設備，確保同台灣本島以及各個前線據點實時通聯，為戰時指揮提供極為堅實嘅保障。唔單止咁，指揮所仲建有完善嘅後勤補給系統，成為台海地區最堅固嘅軍事堡壘。成個設施採用蜂巢式結構設計，即使遭受重炮轟擊，亦能保持運作。呢種堅如磐石嘅防護能力，唔單止保障咗指揮官本身安全，更加確保咗成個金門防線嘅穩固。除咗軍事功能嘅卓越表現之外，太武山指揮所對台海和平穩定嘅貢獻亦不容小覷。作為兩岸對峙期間嘅關鍵軍事設施，呢度見證咗由緊張對抗到和平交流嘅歷史轉變。喺漫長嘅戰地政務期間，太武山指揮所唔單止守護住金門民眾嘅安全，更加承擔住維護台海穩定嘅重責大任。特別係喺各種危機時刻，呢度嘅決策往往影響住整個局勢走向，充分體現咗佢作為軍事重鎮嘅戰略價值同和平使命。太武山指揮所嘅未來定位同樣引人關注。隨住兩岸關係緩解同金門軍事功能調整，呢座神秘地下堡壘正面臨一個新嘅歷史機遇。相關單位亦都正喺度研議，將部分區域開放為軍事博物館，令民眾能夠親身體驗呢段極為珍貴嘅歷史。同時結合金門整體觀光發展策略，太武山指揮所有望成為兩岸和平嘅重要象址，為後人提供相當寶貴嘅歷史教育資源。總而言之，太武山指揮所嘅重要性唔單止在於佢堅固嘅軍事設施或者先進嘅通訊設備，更加在於佢承載嘅歷史使命同和平願景。由花崗岩入邊嘅神秘堡壘，到兩岸和平嘅見證者；由戰地指揮中心，再到歷史教育基地，佢用長年堅守同時代轉變，書寫咗台海兩岸由對抗走向和解嘅一段珍貴篇章。1950年代嘅台海局勢長期處於高度緊張狀態，危機四伏嘅年代背景之下，金門島上好多重要設施都曾經遭受嚴重破壞。呢段沉重經歷令當時相關決策者深刻體會到一個殘酷現實：地面設施就算再堅固，面對極端環境同重大衝擊，依然有可能承受巨大風險。正正係呢個痛徹心扉嘅教訓，催生咗一項前所未有嘅大型地下工程——衡山指揮所。由雞南山第一鏟土開始，呢個隱藏喺山體深處嘅神秘設施就注定要成為台灣最重要嘅安全應變中樞之一。歷經數十年建設同完善，衡山指揮所已經發展成一座高度嚴密嘅地下堡壘，長年隱身喺山體深處，承載住重要應變協調職能，亦代表住特殊時期核心運作體系嘅重要支撐能力。佢係台灣設施發展史上其中一個最神秘嘅存在，亦係重要時刻入邊最高層級應變協調系統嘅核心之一。衡山指揮所嘅強大絕對唔係普通地下室或者一般設施可以概括。由保護能力到系統協調，呢座地下要塞可以話係相當頂尖。走入雞南山，你會發現嗰啲睇落平凡嘅厚重鋼門背後隱藏住足以面對極端衝擊、大型震盪以及複雜電磁環境干擾嘅驚人保護力。呢唔單止係工程技術嘅奇蹟，更加直接改變咗台灣大型安全設施佈局嘅想象空間。同時，指揮所內部配置咗光纖網絡、獨立發電系統、氧氣供給設施以及先進嘅美國大型模擬推演系統，令現代化應變協調能力可以喺高度穩定嘅環境之中持續運作。由大直要塞區嘅整體佈局，到圓山一帶嘅空間重心，再到整個協調鏈條嘅安全臂環，衡山指揮所喺台灣整體安全應變體系入邊嘅核心地位，早已超越單純特殊設施嘅範疇，
呢啲設計嘅核心唔係炫耀科技規模，而係真正為整體安全提供最可靠、最高效，亦都更具人性化嘅保障方案。正正係呢種由高層規劃到基層執行嘅完整體系，令衡山指揮所成為真正意義上嘅穩定支柱。佢用自己嘅存在話俾我哋知，偉大嘅大型工程唔只係冰冷水泥同鋼筋嘅堆砌，更加係用智慧同勇氣令寶島安全更有保障嘅重要堡壘。喺呢個表面平靜但外部環境依然複雜嘅年代，衡山指揮所依然默默守護住台海穩定，成為好多人心中最可靠嘅重要支撐。提到台灣最神秘嘅軍事基地馬祖鐵堡呢4個字，絕對係令人震撼人心嘅存在。呢座海上堡壘唔單止係金馬戰地前線最具代表性嘅軍事工程，更加係見證兩岸對峙歲月、集防禦智慧同戰略價值於一身嘅傳奇。1950年代末期，隨住兩岸軍事對峙日趨激烈，馬祖前線急需建構堅不可摧嘅防禦體系。軍方以超凡嘅戰略眼光，選定咗仁愛村澳口附近呢處突出礁岩，開始一項驚天動地嘅工程計劃。工兵們採用明開挖方式，硬係將堅硬岩石內部挖空，再以水泥覆蓋並漆上迷彩，打造出一座完美融入自然地形嘅海上要塞。呢座睇落唔起眼嘅坑道式碉堡，外表低調甚至有啲樸素，卻擁有令人嘆為觀止嘅設計巧思。退潮嗰陣，海床露出嘅黑色沙石混凝土，當地居民稱之為鐵板，因此成個村莊曾經被稱為鐵板村。而呢座喺鐵板村旁邊嘅碉堡，自然而然被命名為鐵堡。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嘅內部配置，堪稱軍事工程嘅經典之作。地下石室連接坑道、射擊孔、炮台、官兵宿舍、廁所同廚房設施一應俱全，每一寸空間都經過精心設計，既考慮作戰需要，亦照顧官兵長期駐守嘅基本需求，體現咗戰地建築嘅極致智慧。最令人敬佩嘅係，鐵堡曾經有精銳2棲蛙人部隊駐守，為咗抵禦對岸水鬼滲透，守軍喺坑道周圍岩石上插滿玻璃碎片，形成密不透風嘅防護網。由於地處偏僻，突出於海面，呢度成為敵方水鬼夜襲嘅重點目標。因此，鐵堡亦係馬祖少數配有軍犬駐守嘅前哨據點。嗰座馬祖當年唯一有軍階嘅狼犬宿舍，至今仍然完整保存，成為嗰段鐵血歲月嘅珍貴見證。然而，隨住兩岸情勢緩和，昔日嘅戰爭堡壘如今華麗轉身，成為體驗戰地風情嘅絕佳景點。有趣嘅係，鐵堡嘅存在唔單止見證咗台灣軍事防禦嘅智慧，更加象指住由戰爭到和平嘅時代變遷。呢座海上孤島由昔日嘅鐵血據點蛻變成今日嘅文化地標，唔單止保留完整軍事設施俾人緬懷，更加以佢獨特嘅地理位置同歷史價值，成為連接過去同現在、戰爭同和平嘅橋樑。可以話，馬祖鐵堡唔單止係台灣軍事史嘅重要篇章，更加係見證時代變遷、傳承戰地精神嘅文化瑰寶。根據台灣特殊設施保密等級劃分，核能研究所一直被視為台灣最神秘嘅高端科研基地之一。佢唔單止係台灣能源科技研發嘅重要核心，更加係一座承載住島內科技夢想同長遠發展想象嘅隱秘巨塔。由1965年相關科研體系開始建立，到1968年核能研究所正式誕生，呢一座神秘基地嘅成長歷程，由誕生到擴充，都充滿神秘色彩，堪稱一段隱藏喺歷史深處嘅科技傳奇。1968年喺和平利用原子能嘅方向之下，核能研究所喺台灣正式悄然建立。彼時佢嘅使命睇似純粹，發展民用核能技術，推動能源研究同培養相關專業人才，但係真正嘅技術深度卻深埋喺地下實驗室嘅鋼筋混凝土之中，外界一直難以真正窺探全貌。由最初幾間簡陋實驗室，到如今擁有多項高端能源研究設備、精密分析系統同安全模擬實驗室嘅完整科研體系，核能研究所已經蛻變成台灣能源科技領域相當重要嘅核心之一。呢度唔單止建構咗完整嘅反應堆相關實驗平台，更加配備咗材料分析、安全評估同能源處理研究設施，形成一條相當完整嘅技術鏈條，令外界對佢真正科研能力
始終充滿想象。喺能源科技研發領域，呢座基地已經達到令人注目嘅水平，配備嘅高效能運算系統能夠進行複雜理論模型驗證，安全模擬實驗室嘅技術水平，亦可以同國際先進研究平台互相對照。儘管部分關鍵設備曾經受到美國方面影響而出現調整，但係相關技術累積依然保持相當完整，仿佛一座長年沉默但係底蘊深厚嘅科技資料庫。值得一提嘅係，核能研究所嘅安全管理等級堪稱台灣同類設施之中相當嚴密。呢座地下科研設施同台北相關管理系統保持緊密聯繫，配備環境監測系統、電子安全管理設備，以及可以自主運行一段時間嘅備用發電系統。實驗室採用無組化隔離設計，同高規格污染防護安排、負壓通風、過濾系統同多重安全程序，確保即使出現突發情況，亦可以喺第一時間控制局面。呢座基地另一大令人驚訝之處，在於佢完善嘅多功能設計。表面上佢係一座民用科研設施，但喺特殊情況之下，唔同研究平台亦可以快速轉換用途，支援能源安全、環境監測、材料研究同高端工程測試。呢種彈性化設計理念體現咗台灣喺能源科技領域長遠而務實嘅規劃思維。如此講嚟，核能研究所嘅意義早已超越單純科研範疇，佢更似係台灣科技實力同能源自主想象嘅具體象子。雖然喺部分關鍵材料同高階設備方面仍然需要依賴外部供應，暫時冇辦法完全獨立突破，但係呢座神秘基地依然係台灣科研能力同島內長遠發展意圖嘅重要體現。佢靜靜潛伏喺島內某處，好似一個永不輕易揭開面紗嘅守護者，見證住台灣喺核能科技道路上每一次探索、每一次調整同每一次突破，亦見證住島內科技想象背後沉重而複雜嘅份量。如果軍事基地有靈魂，咁花蓮港海軍基地嘅靈魂一定係深沉內斂而唔張揚，卻又銳利如刃，令人不敢輕視。由守護東海岸線到威懾太平洋深處，由隱匿山中到潛行海底，佢早已經完全超越咗一座傳統軍事設施所能概括嘅普通範疇。花蓮港海軍基地嘅傳奇始於1991年，當時軍方啟動咗神秘嘅安東計劃，喺花蓮東部山區秘密開鑿呢座隱藏極深嘅潛艦堡壘，歷時數年，令呢座基地真正由無到有，由紙上設想一步步變成現實。嗰幾年低調而默默嘅建設，為今日嘅深海利劍奠定咗堅實根基。憑住獨特嘅地理優勢同精妙嘅工程設計，花蓮港海軍基地成為最重要嘅王牌之一。基地正面直接擁抱廣闊無邊嘅太平洋，透過精心設計嘅 U 型隧道同雙出口特殊配置，潛艦可以喺最短30分鐘內完成補給，並迅速沒入深水區。呢種設計嘅巧妙之處，在於潛艦能夠避開海峽淺水區域，直接進入水深3至4千公尺嘅作戰深度，令突襲能力同生存機率都呈現指數級提升。除咗係日常戰備狀態下嘅鋼鐵衛士，花蓮港海軍基地更加係危機時刻嘅深海幽靈。作為洞窟式潛艦駐防體系嘅核心，呢度唔單止具備單純停泊同隱蔽功能，更加係一座集戰備保障作戰支援於一體嘅海底城堡。與此同時，花蓮港海軍基地嘅防護系統堪稱奢華，佢部署咗自行式水雷同海底監聽陣列系統，能夠及時預警任何接近嘅威脅。基地仲引入咗高性能干擾器同反制系統，專門對抗電子壓制同反潛偵測。呢啲設備唔單止全面提升咗基地嘅技術實力，更加為潛艦部隊帶嚟更高作戰效能同更強隱蔽性。可以話，花蓮港海軍基地唔單止係一座普通軍事設施，佢更似係一把深海利劍，守護住東部海防命脈，亦為整個西太平洋軍事實踐樹立咗水下作戰領域嘅新標杆。深藏於山，潛行於深海之下，呢座基地已然成為軍事布局之中最神秘亦最關鍵嘅核心一環。提到高雄左營軍港，好多人腦海入邊浮現嘅第一個畫面，可能係嗰座隱沒喺山海之間嘅神秘基地。呢座一直被譽為海軍最重要據點之一嘅地下軍港，唔單止係海防體系之中嘅鋼鐵堡壘，更加係捍衛海疆嘅戰略重鎮。左營軍港嘅戰略意義
其實可以追溯到海防現代化嘅開端階段。呢度扼守台灣海峽南口同巴士海峽嘅咽喉要道，而呢座軍港嘅獨特設計地下軍港亦應運而生。當時軍事環境極為嚴峻，傳統地面軍港面臨極為巨大嘅現實威脅，但左營地下軍港嘅建設卻為海軍帶嚟戰略重心方面嘅一線曙光。經過多年建設發展，呢座軍港採用依山為盾、依海為生嘅設計理念，成為當時亞太地區最具高度隱蔽性、最現代化嘅地下軍港之一。無論係潛艇戰、驅逐艦作戰，定係海上補給，軍港都走喺區域前列，為海軍持續作戰能力提供更堅實而穩定嘅保障。今日嘅左營軍港已經唔再係單純港口設施，佢已經發展出完整嘅地下防護體系同指揮網絡。左營軍港都透過整合先進防護技術，提供更加全面同穩固嘅戰略功能，成為海軍體系嘅中流砥柱。據統計，左營軍港常駐兵力已經超過1萬人，可以容納各類大型艦艇數十艘，涵蓋幾乎所有海軍作戰領域。而佢嘅電子作戰能力更加令人矚目，配備先進衛星通訊設備同加密數據鏈。左營軍港嘅戰略價值背後，係無數軍事工程師同海軍官兵多年累積嘅心血同信念。而未來左營軍港嘅目標更加宏大，成為西太平洋地區一流嘅基地。喺人工智能作戰、電子對抗、水下攻防等前沿軍事領域，左營軍港已經加速布局。透過引進世界一流軍事設備同跨領域作戰體系，軍港正努力為未來更複雜、更嚴峻嘅海上挑戰做好準備。多謝各位收睇今期奇聞日事。歡迎大家留低你哋嘅意見。如果中意呢條片，唔該俾個 like 同訂閱我哋個頻道。我係阿姐，同我一齊踏入呢個充滿未知嘅神秘領域。